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得唔得？有冇大聲啲 ？OK。今日咧繼續咧去一齊去探討咧，就係我哋教會嘅信仰宣言啊。藉此邀請人們與基督建立一個個人真實同埋豐盛嘅關係。而經文咧，核心嘅經文咧就係頭先都讀過啦。人若喝我所賜嘅水，就永遠不渴。我所賜嘅水要在他裏頭成為泉源，直湧到永生。嗱，呢段經文咧，其實係個背景咧，係講緊咧耶穌咧喺雅各井旁咧，係與一個撒瑪利亞婦人咧嘅相遇。嗱，個宣言裏邊咧，佢提到咧就係話，我哋與基督建立一個個人真實同埋豐盛嘅關係。咁顯示咩嘢咧？點為之一個真實嘅我自己同埋真實嘅基督咧？嗱，我記得咧好多年前咧，應該咧係我讀緊高中嘅時候咧，我就喺書局咧就買咗一本咁嘅書咧，好吸引我。嗰本書叫做咧為什麼不敢告訴你我是誰？一本咁嘅書。咁我就冇諗過啦，你個高中即係差唔多，我諗都有30年前。咁咧，我舊年咧即係喺香港咧，我教調解嘅時候咧，我都叫啲學生咧，你試下揾下呢本書啊！竟然佢揾到，即係已經再版咗咧超過20版嘅，你已經係。嗱，呢一本係未得 ，OK， 唔得，冇食嘅。都係冇食，有啦。嗱，在呢本書咧，其實佢有個核心一樣嘢係講乜嘢咧？我諗我哋每一個人咧都係點啊？我哋好渴望咧有人真正明白我哋嘅，但係同時咧我哋又好驚咧係有人咧係真正咧係完全看透我哋。其實我哋有陣時，我哋喺真實嘅我哋自己嘅時候咧，係要面對咁嘅矛盾。因為點解咧？因為我哋發覺，如果有陣時咧，我話俾你聽我係邊個咧，你可能唔會再喜歡我，而我所得到嘅咧，其實可能得呢個結果。嗱，咁之前同大家分享過啦，即係我自己本身係即係過往係帶住一個病咧，咁咧呢本書點解吸引我咧？就係咧，就係當我即係入神學院之前咧，當我發現我自己真係有精神病嘅時候，咁我點樣同人講咧？講唔到嘅。嗰陣時咧，我自己咧面對一個好大嘅掙扎係咩咧？有陣時去聽一啲嘅福音嘅見證啊，就會發覺咧，即係反為嗰啲咧，即係黑社會啲大佬啊，即係佢以前未信耶穌之前咧，點樣作奸犯科啊？點樣黃賭毒乜都有嘅時候咧，跟住佢信咗耶穌咧，神好改變佢之後咧，哇！周圍向佢傳福音。你知點解嗰啲人可以好自由、好自在咁去表達自己嘅真實嘅自己？而嗰陣時我自己咧，因為我病咧個學名咧都幾麻煩嘅。嗱，好聽啲咧就叫做兩極情緒病，唔好聽係叫咩咧？躁狂抑鬱症啊嘛。即係有陣時咧，嗰陣時咧我階段咧，有陣時就好個人好高漲。咁真係試過咧喺街咧係真係買咗好多嘢翻嚟，其實冇用嘅。嗱，有陣時就好抑鬱。咁嗰陣時我自己咧就開始真係
嗰段時間咧，其實我一路開始學係咩咧？我哋要學去面對我自己，呢個真實嘅我自己。第一，第二，我要學係咩咧？我點同人講咧？我啲教會嘅弟兄姊妹咧，我啲朋友咧，我啲大學同學咧，我點會即點咧？即匿埋又唔係，唔匿埋又唔係，啲人都關心你嘅。同埋有陣時咧，嗰陣時咧，因為咧我食嗰陣時嗰啲藥咧，其實基本上咧，即係後期我喺神學院讀書先至知咧，其中即係佢食嗰啲藥有種叫理劑咧，係食到我哋咧，即係黐肥啦，同埋個人好呆滯嘅，即係成個樣都變咗嘅。咁令到咧，我開始去學就係話咧，從嗰陣時開始，我就要學咧真實嘅自己係一個乜嘢嘅自己。嗱，所以咧今日嗰個講道嘅環繞咧，其實係一個當我哋講我哋直接邀請人們與基督建立一個人真實和豐盛嘅關係，其實係講緊三樣嘢嘅。第一樣係咩咧？一個真實嘅自己。第二樣咧係一個真實嘅基督。第三咧就係一個豐盛嘅關係。嗱，今日嗰個經文咧，我哋嘗試，我哋一齊去讀啊，係耶穌在雅各井旁咧，與呢個撒瑪利亞人嘅相遇啊！我哋順住個經文，我哋一齊讀4章第一節開始。主知道法利賽人聽見他收門徒施洗比約翰還多，其實不是耶穌親自施洗，乃是他的門徒施洗。他就離了猶太，又往加利利去，必須經過撒瑪利亞。於是到了撒瑪利亞的一座城，名叫敘加，靠近雅各給他兒子約瑟的那塊地。在那裏有雅各井。耶穌因走路困乏，耶穌對他說：你給我水喝。那時門徒進城買食物去了。撒瑪利亞的婦人對他說：你既是猶太人，怎麼向一個撒瑪利亞婦人要水呢？原來猶太人和撒瑪利亞人沒有來往。耶穌回答說：你若知道神的恩賜和他對說我所說，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給了你活水。婦人說：先生，沒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從哪裏得活水呢？我們的祖宗雅各將這井留給我們，他自己和兒子並牲畜也都喝這井裏的水。難道你比他還大麼？耶穌回答說：凡喝這水的，還要再喝；人若喝我所賜的水，就永遠不渴。我所賜的水，要在他裏頭成為泉源，直湧到永生。婦人說：先生，請把這水賜給我，叫我不渴，也不用來這麼遠打水。耶穌說：你去叫你丈夫也到這裏來。婦人說：我沒有丈夫。耶穌說：你說沒有丈夫是不錯的，你已經有5個丈夫，你現在有的並不是你的丈夫，你這話是真的。婦人說：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們的祖宗在這山上禮拜，你們倒說應當禮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穌說：婦人，你當信我，時候將到，你們拜父也不在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們所拜的，你們不知道；我們所拜的，我們知道，因為救恩是從猶太人出來的。時候將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靈和誠實拜他，因為父要這樣的人拜他。神是個靈，所以拜他的必須用心靈和誠實拜他。婦人說：我知道彌賽亞就是那稱為基督的要來，他來了，
必將一切的事都告訴我們。耶穌說：這和你說話的就是他。那婦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裏去，對眾人說：你們來看，有一個人將我素來所行的一切都給我說出來了。莫非這就是基督麼？眾人就出城往耶穌那裏去。那城裏有好些撒瑪利亞人信了耶穌，因為那婦人作見證說：他將我素來所行的一切事都給我說出來了。於是撒瑪利亞人來見耶穌，求他在他們那裏住下，他便在那裏住了2天。嗱，今日我哋去思想就係耶穌喺雅各井旁與撒瑪利亞婦人嘅相遇，我哋同心祈禱。主耶穌，記得你昔日你喺雅各井旁，你與撒瑪利亞婦人嘅相遇，你唔單止將活水賜過俾佢，你仲去觸動呢個婦人真實嘅內心嘅狀況。以至當呢個婦人佢知道你就係彌賽亞嘅時候，佢就好雀躍，佢就知道你就係嗰位彌賽亞，你就係先知。原來佢翻去自己撒瑪利亞嘅地方裏邊去傳講你自己。將我哋從經文我哋見到呢個婦人生命裏邊一啲嘅改變。原活着嘅基督，你今日都臨在我哋嘅當中。你就喺我哋教會嘅裏邊，你此刻你同樣與我哋相遇，你向我哋說話，聽我哋祈禱，奉耶穌嘅名字，阿門。嗱，講呢段經文簡單嘅背景係乜嘢咧？約翰福音第4章咧，其實係講到猶太人同埋撒瑪利亞嘅人一啲嘅張力嘅。嗱，呢度咧必須係從咧古代以色列南北國分化嘅歷史開始理解嘅。嗱，按照咧撒母耳記同埋列王記嘅敘述，大衛後期同埋所羅門時期咧，其實北方嘅以色列與南方猶大國曾經共同咧服從以耶路撒冷為中心嘅王權，因此咧現代嘅聖經嘅史學家咧，佢成日就將呢個時期咧係變為稱為一個聯合嘅王國。嗱，但係咧當時咧呢個聯合嘅王國，因為咧大衛同埋所羅門咧，即係佢本身就偏離咗上帝，容許佢敬拜外邦人、外邦嘅神，加埋啲稅收啊同埋權力嘅問題咧，就令到以色列國咧南北國就開始分裂啦。嗱，喺呢個你發覺呢個圖，你睇到好簡單一樣嘢咧。嗱，北國以色列咧，其實佢由耶羅波安一世去統治啦，佢哋咧就以伯特利但咧為王國嘅聖所，但係南國嘅猶大咧，當分裂咗之後，耶羅波安統治嘅時候咧，佢哋就以耶路撒冷為中心，係延續大衛嘅王朝。咁另一邊咧，其實你北國以色列，我哋再睇咧就係主前9世紀咧，暗利咧就建立咗撒瑪利亞，並定為北國持久嘅首都。跟住咧喺主前722年度咧，亞述征服北國部分嘅居民就被遷徙啦，外來人又遷入咯。而喺波斯希臘嘅時候咧，撒瑪利呢個地區嘅亞威耶和華嘅敬拜嘅群體，逐漸係以咩咧？以基利心山同埋以摩西五經為傳統嘅身份。即係頭先我哋講咧，我哋當耶穌去遇到撒瑪利亞婦人咧，其實撒瑪利亞婦人咧嗰個宗教咧同埋嗰個歷史背景就係咁樣嘅，同耶穌係源自猶太人咧，猶太人嘅傳統咧又唔同嘅喎。嗱，猶太嘅傳統就係佢哋喺巴比倫被滅咗之後咧，當我哋波斯時期佢哋重建，佢哋仍然係以耶路撒冷為中心，祭司同埋律法傳統為佢哋自己身份嘅象徵。好啦，即係簡單講就係耶穌去到雅各井旁，去遇到一個撒瑪利亞婦人，體會到一樣係乜嘢咧？嗱，好有趣嘅，而係第一樣就係耶穌先向呢個婦人咧去表達佢嘅需要啊。
肯定咧，其實佢係能夠可以俾一啲嘢出嚟嘅一個主體嚟嘅。聖經點講？有一個撒瑪利亞婦人來打水，耶穌對他說：請你給我喝水。耶穌反而同個撒瑪利亞婦人講，先講就係你可唔可以俾啲水我飲？嗱，喺我哋嘅人際關係裏邊咧，其實通常都有3種嘅狀態嘅。嗱，第一種嘅狀態咩咧？就講緊我哋自己，我哋同人嘅關係。第一樣咧就好似父母型咁樣嘅，就係咧我自己咧就係一個權威啦，我哋係一個保護者啦，同埋我哋有能力去支配其他人嘅。就好似咧我係一個主體，人哋都係一個客體，一個 I eat 嘅 relationship。第二種我哋同人嘅關係咧，我哋自己可能係咩？我哋嘅叫做一個成人嘅型啊，就係我可以自給自足啦，我可以同其他人平等相待嘅。係一個我同你嘅關係，我同你都係一個主體嚟嘅。嗱，第三個咧，有陣時咧，我哋就算我哋成為一個大人咧，我哋都好似個孩童咁啊！我哋覺得我哋自己冇能力自給自足啦，成日都要靠人哋嘅，係變成咧我係一個客體，人哋一個主體。嗱，呢度係反而點解要先去了解？有陣時我哋同人嘅關係可能有3種唔同嘅情況咧，因為其實好特別㗎。當耶穌坐喺雅各井旁，佢第一樣嘢，佢見到呢個撒瑪利亞婦人，佢唔係即刻去向呢個婦人講道啊，佢係咩啊？你可唔可以俾水我飲？耶穌問呢個婦人：你可唔可以俾水我飲？我哋信咗住一段好長嘅時間啦，或者有啲仍然探索緊信仰嘅，我哋有冇諗過一樣嘢咧？就係咧，除咗我哋好需要耶穌啦，係咪？耶穌其實都需要我哋，耶穌都需要我哋。大家有冇諗過？耶穌都需要我哋，而係乜嘢咧？呢個撒瑪利亞婦人咧，其實嗱，當時嗰啲裝束咧，其實啲人已經分辨到咧。即係其實個撒瑪利亞婦人已經分辨到咧，呢個男人啊，唔知係咩人啦，係咪坐喺個井旁邊啊？係咪坐喺個井旁邊？咁所以咧，其實婦人喺度行埋個井嗰度諗住攞水嘅時候咧，佢已經預計同呢個男人咧，因為猶太人同撒瑪利亞人不相往來噶嘛，因為背後嘅背景，大家嘅敬拜中心又唔同，係嘛？你喺基利心山敬拜，我就喺耶路撒冷敬拜嘅，所以呢個婦人其實咧係預計咧。耶穌喺個井旁呢個人咧，係同佢預計咧係有距離嘅。我哋打水唔會諗到咧，呢個男人咧係會同我講嘢嘅，甚至係咩咧？係問我攞水喎。正常嗰個傳統裏邊，嗰個文化裏邊咧係不相往來噶嘛。但係耶穌係乜嘢？嗰婦人係預期一個距離，而耶穌係俾呢個婦人，佢係一個咧相遇。一個交談，一個對話，但係可能而家我哋嘅生命嘅屬靈生命嘅狀況係咩咧？我哋可能同耶穌係有距離，我哋同耶穌有距離，但係耶穌係點啊？係想同我哋相遇，耶穌好想同我哋相遇，但係可能我哋因為我哋自己。一啲我覺得未處理好嘅嘢，未準備好嘅嘢，我哋有好多諗法，以至咧我哋讓耶穌咧同我哋咧係保持一定嘅距離。耶穌你唔好咁埋，唔好咁埋，我爭緊啲，我未得。但係可能呢個爭緊啲，呢個未得已經係咩？唔係1年，唔係2年，可能係10年。甚至更長嘅時間，我哋同耶穌嘅關係，因為聖經話撒瑪利亞嘅婦人點樣對耶穌講？喂，你既是猶太人，你點會向一個撒瑪利亞人要水咧？但係耶穌係點啊？佢擺低佢自己嘅身份，佢作為一個客體，頭先講過啦，好似個孩童咁樣，我口渴，你可唔可以俾水我飲？係咧，讓呢個撒瑪利亞婦人咧，雖然
你同我，你好似喺民族性上面，你同我不相往來，但係我係肯定你個價值，同埋你係可以幫到我嘅。係因為咁嘅背景咧，呢個撒瑪利亞婦人咧，先至會願意同耶穌去繼續去談話。所以第二，耶穌跟住點樣去同呢個撒瑪利亞婦人去談話？其實整個過程咧，就係幫呢個撒瑪利亞婦人咧，去面對佢真實佢嘅自己。第一樣，佢唔係先問佢你有幾個丈夫，唔係呢樣嘢。佢先係乜嘢咧？佢先係應佢有活水，然之後先觸及佢生命裏邊嘅呢個歷史。嗱，你睇翻經文裏邊咧，其實即係耶穌回答啦。你問我點解你問我攞水啦？你係一個猶太人。耶穌回答就：若你知道神嘅恩賜和你說話給我水喝的是誰，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給了你活水。婦人就話啦：喂，先生，你都冇打水嘅器具，井又深，你喺邊度攞啲水嚟咧？我哋祖宗雅各將呢個井留俾我哋佢嘅兒子同埋兒子嘅牲畜，並都喝呢個井嘅水嘅喎。難道佢唔知呢個嗰個人係耶穌啊？難道你比我哋祖先雅各更大？喂，究竟你係邊個啊？你可以俾水我？耶穌都回答佢就話：凡喝呢個水仲要喝，你喝雅各井裏邊水咧，你都會口渴嘅。但係人若喝我所賜嘅水，就永遠不渴。我所賜嘅水要在他裏頭成為泉源，直湧到永生。耶穌跟住說：先生，請把呢個水賜給我，叫我不渴，也不用來這麼遠打水。大家有冇想象幅圖畫咧？如果而家我拎住樽水同你講：你買啲樽水，你飲啲水啊！你飲完你唔會頸渴嘅。話你呃人啊！你搞傳銷啊喺度。但係你諗下，點解呢個撒瑪利亞婦人佢咁得意？有冇諗過？當耶穌話：喂，我可以賜啲水咧，係唔渴噶。有啊！如果咁，你俾我啊！你俾我啊！哇，咁我仲唔使咁遠去打水啊！嗱，其實呢個反映咗一樣嘢係咩咧？撒瑪利亞婦人係咩？其實佢係一個好單純嘅心嚟嘅，好單純嘅，同埋有一樣共同嘅地方係咩咧？無論係猶太人同埋撒瑪利亞人咧，嗰陣時嘅人，佢哋都係一齊敬拜上帝噶，即係個心有耶和華噶，有神噶，佢哋本身個心裏邊有耶和華，只不過撒瑪利亞人同猶太人嘅敬拜嘅地方，因為傳統、因為歷史嘅問題，咪係唔同嘅啫。其實佢哋都係一齊嘅敬拜呢個神，所以咧，其實呢度其實神喺撒瑪利亞婦人裏邊咧，係真係做咗嘢㗎，嗰個心裏邊。好啦。當呢個婦人話：哇，咁好有啲咁嘅水啊！喂，你俾我啊！話飲到唔使渴嘅喎，我唔使再嚟打水喎。跟住耶穌就直接就同佢講啦。耶穌話：喂，你去叫你嘅丈夫都嚟啊！哇！呢個婦人就話：哦，我冇丈夫嘅喎，我冇啊，我冇嘅。咁耶穌話：你說你冇丈夫係不錯的，不錯咧。其實個原文有個意思咧，即係正確嘅，啱咧，冇丈夫。因為你已經有5個丈夫嘛，你而家有嗰個咧都唔係你嘅丈夫，你講呢句說話係真嘅。即係當時耶穌就同呢個婦人咁樣講嘅時候，咁樣問佢嘅時候咧，如果你代入你，我哋係呢個婦人啊，哇！我生命裏邊一啲嘅歷史，我點解你會知道嘅？同埋呢啲係唔係光彩嘅歷史啊？甚至係正常都唔想同人講嘅歷史嚟嘅。嗱，聖經裏邊咧，佢冇交代到咧點解呢個婦人咧有5個丈夫。你已經有5個，即係仲有第6個男人啦。你而家呢個唔係你嘅丈夫。嗱，聖經裏邊冇交代嘅，即係可能係咪5個丈夫都不斷過世，即係按時候即係就離世，跟住佢再嫁咧？嗱，唔知，真係唔知。但係大家有冇諗過，當耶穌咁樣同呢個婦人講，即係叫做揭佢嘅生命歷史裏邊咧，佢最唔想俾人知道嗰樣嘢嘅時候咧，
而呢個婦人反為佢嘅反應係乜嘢？話先生，我睇得出你係先知喎，我唔識你喎，但你好清楚我嘅過去。當我哋面對我哋自己真實嘅自己嘅時候，可能我又想人真正明白但係我又驚你睇得我太透，我怕我真實嘅自己擺喺你嘅面前嘅時候，你會唔中意嘅。嗱，真實嘅自己咧，有陣時我哋會覺得第一樣係咩咧？有啲人咧，我哋唔知道真正嘅自己係咩嚟嘅。點解咧？嗱，有啲人可能咧，佢會把操控講為我關心你，把逃避理解為大家和平唔好嘈，把冷漠理解為理性，把驕傲理解為咧，我堅持緊一啲嘅真理。當如果我哋咁樣代入咗，即係一啲嘅好正面嘅一啲嘅合理化自己一啲嘅思維，長期咁嘅時間嘅時候咧，其實可能我哋已經唔係好知道真正嘅自己係邊個。第二樣嘢係咩咧？有啲人真係唔得噶。佢接受唔到嘅真正嘅自己喺呢一刻，可能因為係咩咧？一啲好極度嘅創傷或者係有一啲好強烈一啲嘅羞恥同埋一啲唔安全感嘅一啲嘅經驗咧，以致如果有啲嘅真相或者佢真係要真實去面對佢自己嘅時候咧，佢會崩潰嘅，佢唔想俾人睇見佢自己。甚至佢將呢啲嘅創傷咧，會擺喺一個心靈嘅密室裏邊。如果喺心理學裏邊咧，一個心理自我防衛機制咧，好容易擺埋咗，佢忘記佢，唔好抄啦，唔好抄出嚟，唔好提啦，唔好提啦，係佢承載唔到。或者有啲人咧，我唔願意因為咧，我唔願意面對真正嘅自己，因為如果個真相會使我咧，可能失去一個咧，我係成日都覺得即係失去咩咧？我成日覺得我喺苦難裏邊，我係無辜嘅。嗱，我係無辜嘅。同埋，如果我真相我即係真正嘅自己真係佢顯露嘅時候咧，可能我一啲嘅權利、一啲嘅利益，可能已經唔同咗。嗱，因為有陣時有啲人咧，佢話佢承認真相係好似意味着咧，你唔可以繼續去責怪別人。同埋有樣嘢咧，我哋承認真相，可能我哋要對我哋有啲嘅改變，我哋要付一啲嘅代價。嗱，所以咧，其實真實嘅自己咧係唔容易面對嘅，唔容易面對嘅。嗱，真實嘅挑戰有啲咩咧？嗱，呢段說話咧其實都出名㗎。不過咧個出處咧其實有個真係咩咧？可能大家聽過啦。我哋知道佢哋喺度講大話，佢哋都知道自己喺度講大話。佢哋都知道，我哋知道佢哋知道佢哋喺度講大話。嗱，我哋又知道佢哋知道，我哋知道佢哋喺度講大話，但大家依然喺度講大話，但佢哋繼續講大話。即係話咩咧？有陣時咧，人好得意嘅，有陣時咧係不自覺咧，係不自覺㗎，係佢容易咩？係自欺欺人㗎。係因為咩咧？因為咧，我哋只會因為個心理防衛機制，因為我面對唔到真實嘅自己嘛，我會只係容許自己知道一啲咧，即係佢認識、佢承認一啲咧，係我唔需要改變嘅嘢，我唔需要負責嘅嘢，或者咧，我唔會失去個關係，係佢認知到有個程度，咁就停噶啦，咁就停噶啦。嗱，知道真實嘅自己，其實有幾個層次嘅。第一個層次就係我知道呢個事實，嗱，我知道自己嘅動機，我唔會認真去諗下
即係自己啊，有啲嘢我自己嘅動機係乜嘢，我自己嘅諗緊啲乜嘢，我講過啲乜嘢，我做咗啲乜嘢。繼而第二樣嘢係咩咧？嗱，我哋要承認我哋嘅內心。嗱，我承認我自己可能有啲怕，我有妒忌，或者我受嘅傷，我罪疚，我羞恥，甚至我需要被愛。繼而咩咧？嗱，真實嘅自己咧，我哋會發覺啊，有啲嘢我哋真係要承擔有個責任嘅。我承認呢個唔係一定係，唔係全部係人哋嘅錯，我都需要啲地方咧係要悔改或者改變。最後係咩咧？最後個層次就係我容許我真實嘅自己係被人知道，好得意啊！我哋係想俾人明白噶，我好想讓另一個人睇到個真實嘅自己，而我唔想再去塑造一個咧嘅我咧，係希望人哋點樣見到嘅我。真實嘅自己咧，係可能去威脅我嘅自我形象，或者係我係邊個嘅？哦，原來我係一個我，原來我唔係一個我一直以為嘅我。所以其實當耶穌問呢個撒瑪利亞婦人，你去叫你嘅丈夫嚟，呢個婦人起初點樣答耶穌啊？冇啊，冇啊，係咪？好正常嘅，個撒瑪利亞婦同我一樣嘅。當如果神今日觸動我哋生命裏邊一個最真實嘅我嘅自己嘅時候，可能背後有夾雜上好多複雜嘅嘢嘅時候，可能我哋第一句都好似個撒瑪利亞婦人講：我冇啊，冇。但係耶穌話：你講你冇丈夫係冇錯，因為你已經有5個丈夫啊嘛。你而家有呢個都唔係你丈夫，你講得啱喎。嗱，當耶穌咁否白呢個撒瑪利亞婦人佢生命裏邊一啲嘅婚姻關係嘅時候，反為呢個婦人話咩？哇，先生，我睇得出你係先知喎，你咁都知喎。其中一樣嘢咧，係個關鍵係咩咧？就係點解當耶穌去問呢個撒瑪利亞婦人嘅時候，呢個撒瑪利亞婦人唔會抗拒咧？因為耶穌係肯定呢個佢係已經講咗一個真話係咩咧？當呢個婦人話我冇丈夫，耶穌話係啊，你冇丈夫，你講得冇錯。其實係一個肯定佢，肯定佢。而個重點係咩咧？耶穌指出一啲具體嘅事實，但係喺呢個經文裏邊咧，嗱，耶穌冇評價嘅。嗱，可能我哋會以前我唔知啊，大家你讀呢段經文，你會唔會諗點解當時嘅歷史嘅背景，點解有啲人可以有5個丈夫嘅咧？點解有5個丈夫嘅咧？點解咧？係咪啊？係我哋可能諗好多嘢，但係呢段經文耶穌冇啊，佢冇俾任何評價。跟住耶穌就表明佢自己，我就係彌賽亞。婦人話：先生，我看得出你係先知喎。嗱，咁我哋祖宗就喺山上敬拜嘅，即係咧佢哋祖宗嘅撒瑪利亞人就喺基利心山上敬拜嘅。你倒說咧應該敬拜地方就係耶路撒冷，你啲猶太人就講耶路撒冷。咁耶穌話：婦人嗱，你當信我，時候將到咧，你們拜父也不在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們所拜的，你們不知道；我們所拜的，我們知道，因為救恩是從猶太人出嚟。嗱，你諗下呢個婦人咧，好特別嘅。當佢講到一樣嘢就係，先生佢都唔知佢係邊個啦。先生，你真係個先知喎，你知道我啲嘢喎。跟住點啊？因為佢知道佢係猶太人，我就撒瑪利亞人。其實呢個婦人係好敬拜上帝嘅。跟住已經喺度，大家喺度傾啦。喂，究竟係邊度敬拜啫？你哋就話喺耶路撒冷，我就話喺基利心山。嗱，即係睇得出呢個婦人咧，其實個心裏邊咧。係睇神睇得重唔重啊？喺佢生命裏邊，佢睇神睇得好重。佢睇神睇得好重，以至當耶穌揭示佢婚姻嘅真相嘅時候，佢反而有冇抗拒啊？佢冇。
佢覺得呢個人，哇！你真係先知嚟嘅，你真係先知嚟嘅。耶穌表明嗱，我就係嗰個彌賽亞，我就係嗰個彌賽亞，我就係你所等嗰個彌賽亞，我就係嗰個彌賽亞。而呢一樣嘢咧，當耶穌佢表明佢自己係彌賽亞嘅時候咧，佢就係基督。其實咧，之前我講到啦，即係一個與基督建立個人真實和豐盛嘅關係，係包括真實嘅我啦，係咪？另外就係包括真實嘅基督。但係有陣時咧，喺我哋嘅信仰裏邊係咩咧？可能我哋會出現嘅情況就係，我哋所信嘅基督只不過係一個我期望嘅基督，我期望嘅基督嚟嘅啫，或者係一個我可理解嘅基督，我係信緊個可理解嘅基督。但係我哋要明白咧，我哋人係有限制嘅，好簡單一樣嘢嘅啫。而家咁樣睇，你睇到大家睇到呢一邊係咪？我睇到呢邊，你哋睇唔到呢一邊，係咪？我都睇唔到呢一邊。嗱，其實我哋嘅理解係，因為我哋係人，我哋有限制，我哋嘅理解係有限制，甚至係咩咧？真實嘅基督係咩咧？係有啲嘢不可理解嘅呢個基督，因為聖經點講啊？或者我哋心靈裏邊啲經驗過，我哋啲際遇，我哋發覺真係你嘅意念高過我嘅意念，你嘅道路高過我嘅道路。我冇嘢講噶，我即係用信心去繼續信你，去跟隨你耶穌基督。我唔明嘅有好多嘢係真實嘅基督，其實係包含呢三方面嘅嘢。嗱，真相咧唔係一個關係嘅終點嚟嘅，有陣時面對真相。呢個關係包括咩咧？我同自己嘅關係，我同人嘅關係，甚至我同神嘅關係。面對真實嘅自己，或者面對真相，唔係關係嘅終點，有陣時可能成為一個更新關係嘅起點嚟嘅。係乜嘢咧？神知道我哋嘅一切，卻不以我的過去定義我。神沒有因為真相而離開我，反而以活水更新我，使我成為父所尋找嘅敬拜者。可能呢個就係撒瑪利亞婦人佢嘅心聲啊！當耶穌講出佢嘅真相嘅時候，當耶穌講出佢嘅真相嘅時候，嗱，得着一個真實和豐盛嘅關係咧，基本上就係我哋係真實嘅自己與真實嘅基督，我哋相遇。係真實嘅自己與真實嘅基督，我哋相遇。我哋唔係以一個逃避自己嘅自己，或者期望自己成為某個嘅自己一個角色扮演，與呢個基督相遇係好難相遇，真實相遇到。或者我哋仍然係對耶穌係只係去理解呢個就係我期望嘅耶穌嘅啫。我哋冇真係去認真去認識真正嘅耶穌係一個乜嘢嘅耶穌，而真係一個豐盛嘅關係，同耶穌就係一個真實嘅自己與一個真實嘅基督相遇，以致我哋先能夠去經歷耶穌所賜嘅活水喺我哋生命裏邊嘅泉源裏邊咧係湧出嚟。我之前同大家都分享過啦，即係我喺 Bowen Island 點樣經歷耶穌嗰個好似 honeymoon love 嘅喜樂喺我靈裏邊，有一個活水泉源湧出嚟，係我禁止都禁止唔到。跟住神同我講：我醫咗你嘅病，你唔使食藥。撒瑪利亞婦人咧，佢係好深體會到呢樣嘢係咩咧？就係呢個耶穌彌賽亞。我初時嚟到呢個井旁，我打水，我諗住咧呢個猶太人咧，我同佢不相往來，
我哋都唔會傾偈，佢反為主動問我攞水，即係你主動問我攞水，即係講出你嘅需要，即係簡單講，你信任我先，你信任我。繼而係乜嘢咧？即係當耶穌去你想飲活水啊？得，你先叫你嘅丈夫嚟。當耶穌跟住觸動撒瑪利亞婦人，佢真實，即係佢嘅生命嘅真實嘅時候咧，係佢能夠讓自己真正或者埋藏咗好耐唔想俾人知嘅嘢咧，係俾耶穌講咗出嚟咧，以至係咧好得意嘅，其實係有種咩咧？係撒瑪利亞婦人咧，係同耶穌嗰刻啦已經建立咗一份咩咧？係叫做信任親密嘅共鳴。人咧，我哋係好需要咧，係一份信任親密嘅共鳴。包括撒瑪利亞人同耶穌，即係我哋都佢哋都係一同敬拜佢哋嘅上帝。嗱，以至佢經歷咗呢樣嘢之後咧，佢就真係去邀請其他人，以基督建立一個個人與真實豐盛嘅關係，一個真實與豐盛嘅關係。啊，古經文呢度唔詳細講啦，就係佢翻去撒瑪利亞，即係佢周圍同人講，哇！呢個耶穌佢能夠講出我裏邊所行嘅一切嘅事。嗱，真實嘅耶穌。嗱，頭先我提到啦，就有真實嘅耶穌呢樣嘢啦。我好記得啦，06年咧，唔知大家有冇睇過呢出戲啊？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 即係講耶穌釘十字架嘅。咁呢出戲咧，其實喺香港上映嘅時候咧，係三級片嚟嘅，係三級片嚟嘅。咁我都有睇，即係講耶穌被釘十字架整個嘅過程。咁咧，我好記得咧，2006年咧，06年嗰陣時咧，阿 Wendy 啱啱神學畢業咧，我哋就過嚟溫哥華，即係旅遊呢段時間咧，我哋就去咗咧。The Mission 啊，有個 Westminster Abbey 一個退休中心咧，一笪地方咧，我哋去咗5日4夜退休。咁退休嘅時候咧，咁我跪喺度祈禱咧。其實我嗰陣時我帶住一個心結，係咩嘅心結咧？另一樣嘢就係我呢段時間咧嘅服侍咧，嗰2年係我極之唔開心嘅。到我完咗個 contract，我真係唔做啦。跟住咧。我上司嘅上司叫我入房，同我講，我上司嘅上司代表我上司向我講對唔住。而另外咧，我 office 裏邊咧，其他嘅同事咧，嗰啲牧者咧，都同我講，真係唔好意思啊，禮儀。好啦，跟住我出嚟。同翻啲同事分享嘅時候，我真係冇諗過喎，我上司嘅上司係個男人嚟嘅，即係向我講對唔住，我哋會覺得，哇，真係好難得喎，一個男人就好有，即係佢個機構裏邊咧好有權柄嘅，向我講對唔住，代表我上司。但係嗰陣時咧，我同事同我講，哇，有冇搞錯啊？咁講都得？你容許你下屬去傷害人，你係跟住同人講對唔住？即係簡單講，喂，我一路攞把刀吉你，呢度同你講對唔住，唔係啊嘛？嗱，其實我嗰陣時咧，我係帶住一個即係好深嘅被傷害啊。咁同埋咧，我嘅上司係點咧？即係當我冇喺呢個機構做啦，我轉咗去另一笪地方侍奉。呢個上司佢仲周圍同人講咩咧？講咧？禮賢佢有精神病㗎，仲有周圍同人講，係令到咩咧？我侍奉緊嗰個另一個機構啊，有啲牧者出嚟同我講，有冇搞錯嗰個人？喂，使唔使咁樣講嘢啊？真係大佬，哇！其實我帶住一個咁樣嘅，即係被傷害咧。喺個結嘅裏邊咧，哇！咁即係點咧？上帝，我明啊，要饒恕，仲要饒恕70個7，喂！但係真係好傷啊！你知唔知啊？真係好傷，咁即係點咧？嗱，嗰日咧，我就去到阿 B 嗰度咧，我喺個房裏邊，我跪低祈禱嘅時候咧，一跪低祈禱，神就問我啦，
啊，你睇咗呢出戲嘅，你知唔知點解呢出戲咧係3級啊？我真係唔知，我係血腥。跟住神問我：你認為耶穌基督喺釘喺十字架上邊嘅時候，佢有冇着衫嘅咧？包括外衣同埋內衣，佢有冇嘅咧？佢被掛喺十字架上面嘅時候，我就呆咗。我真係冇諗過呢樣嘢。我話俾你聽，我晚我祈完禱之後咧，我第二日咧由朝頭早9點到5點，就去嗰個修道院裏邊咧嗰個圖書館啊，我一路抄好多嘅書，一路睇究竟耶穌被釘十字架嘅時候咧，係咪即係完全係被赤裸地羞辱嘅咧？但係當我一路抄啲書嘅時候咧，哇！我睇到超過起碼70幾80本書，係咁 scan 啊，係咁睇 crucifixion， 即係被釘十字架嗰個過程係點樣？我一路睇嘅時候咧，所有嘅書除咗1兩本話可能當時咧嗰啲嘅猶太人咧都知道其實耶穌係先知或者係神嘅係神嚟嘅，可能會俾少少面佢咧，即係當佢掛喺十字架上面嚟咧，都俾啲布遮一遮佢。但係咧，根據咧當時嘅刑罰嗰個傳統咧，十字架嘅刑罰咧係要將人係極度羞辱，同埋讓佢極度痛苦去受呢個刑罰。咁我當時我就諗，當我喺圖書館朝九晚五喺度睇嗰啲書，發覺真係我好難想象。到食完飯之後，我晚黑翻到去房裏邊，我喺度祈禱，我話耶穌，真係我冇諗過原來你為我嘅罪死喺十字架上，你所承受嘅羞辱嗰種嘅程度係我冇想象到。當時我靈裏邊嗰幅咩圖畫咧？我直情跑上去擒喺個十字架上，即係攬住耶穌，我幫佢好似幫耶穌遮醜咁。我仲有個印象就係耶穌嗰啲荊棘嘅冠冕咧，嗰啲荊棘仲吉喺我頭度。赤身露體並不羞恥，耶穌係將佢最真實，除咗係完全神，佢完全嘅神性，而係佢最真實就係佢整個嘅肉身嘅人喺十架上所承受嘅羞辱同埋痛楚，係一份對我哋好有情嘅，但係一份帶住好大好深嘅傷痛，係一份情傷嘅愛，係帶俾我哋。我嗰刻當我哋咁樣祈禱嘅時候咧，嗰位傷害我嘅人，周圍唱我講我嗰個人，嗰啲傷害，我嗰刻就要被耶穌呢份被羞辱嘅受痛苦為我嗰份十架嘅愛，我就咁俾耶穌醫治咗，係一個真實嘅耶穌。好多時係咩咧？一個真實豐盛嘅關係係包含啲咩嘢咧？其實個真實豐盛關係咧，係最深刻豐盛嘅關係咧，係有張力，同埋喺對比中係被經歷嘅真實嘅。嗱，唔係因為愛嘅不足先有試探，正因為愛係真實，試探才顯得逼真。就係彼得啦，大光唯有在大黑暗中才被辨明，對神嘅大愛也唯有在極大嘅試煉同埋試探裏邊咧，先至方得驗證。人喺呢種嘅驗證之中咧，其對認知同埋經驗嘅本質先會被更新。從乜嘢咧？好似約伯咁樣，從聽聞而知轉為親歷之見；又或者好似保羅咁，從自義轉為自知，為罪人之中嘅罪魁，並在軟弱之中去經歷神完全嘅同在。今日可能我哋要問嘅一樣嘢係：我哋願唔願意讓基督進入我哋一直避開嘅真相？
我哋生命裏邊，我哋心靈裏邊咧，如果係其實耶穌好想釋放呢樣嘢出嚟啊，讓我哋唔再活喺逃避嘅裏邊。同埋另一樣嘢就係我哋真正嘅光學喺邊度？我哋真正嘅光學，繼而係咪咧？我哋而家用緊乜嘢無花果葉去維持自己嘅形象啊？就好似亞當夏娃，其實佢係咩啊？赤身露體，被不知羞恥啊嘛！但係當佢食咗個禁果之後咧，佢發覺上帝揾佢嘅時候咧，佢捏到無花果葉去遮住自己啦，逃避啦，逃避神。其實我哋而家係有冇用緊一啲無花果葉去維持自己嘅形象咧？嗱，我哋相唔相信？當我哋被知道，有啲嘢我哋被知道，或者被神知道，或者俾某啲人知道，係唔等於咧係被丟棄嘅。基督唔係淨係指出我哋真實嘅我哋自己，他更顯明真實嘅自己。正因為他是嗰位知道我哋，亦同我哋同在，並賜下活水嘅救主，我哋先至有勇氣從咧我便藏了，我收埋我自己，走向好似個撒瑪利亞婦人講：你嚟啊，你嚟啊！你睇下呢個人可以講出佢以前所做嘅一切嘅，你嚟啦！走向我哋邀請人哋嚟進入我哋嘅生命裏邊，以至從我哋嘅生命裏邊咧係見到耶穌基督佢自己嘅赦罪嘅愛，無條件嘅接納，同埋讓我哋生命可以有更新，繼而我哋先可以同基督建立嘅個人真實嘅豐盛嘅關係。我哋同心祈禱。活着嘅基督，願你喺十字架上為我哋每一個受羞辱、受鞭傷、受苦嘅愛，即係能夠按照你嘅應許，你嘅鞭傷必然成為我哋肉身同埋心靈嘅醫治。真實嘅主幫助我哋，可以喺你面前坦然無懼。主係幫助我哋可以喺你面前，就好似嗰個撒瑪利亞婦人一樣，我哋可以真實嘅去面對自己，同埋讓以致我哋能夠以真實嘅我哋嘅自己去面對耶穌基督你自己。主，我知道你今日你呼喚我哋，求你幫助我哋，唔好再同你有距離，因為今日你要我哋你好想與我哋相遇，你好想將活水豐盛嘅活水賜過俾我哋。主係幫助我哋，聽我哋祈禱，奉耶穌嘅名字，阿們。